喺3月1號，國際政壇陰風陣陣，唔係因為天氣，而係世界秩序崩塌緊。美國、以色列兩大軍事強國聯手喺2月28號將伊朗政要、軍事設備炸到變成地獄。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喺科技碾壓之下瞬間變灰。呢個所謂嘅精神領袖，全家一齊落地獄報到。人民唔單止冇雞飛狗走，反而成班人湧晒上街，一邊拍片一邊高呼狂歡，直頭好似開嘉年華咁開心。事實證明喺呢個時勢，欺壓人民嘅獨裁者仲諗住有某啲大國去靠嚇，根本就係嘥氣。咁一樣啦，喺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嘅，請幫手訂閱啦，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如果有時間嘅話，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多謝大家。睇到老友記哈梅內伊咁樣，中俄北韓呢班難兄難弟嘅內心陰影面積真係大到計唔到。你睇我哋王毅外長同俄羅斯嗰個拉夫羅夫喺度對話，直頭好似一場訴苦大會咁。王毅強調美國同以色列嘅行動係不可接受，又話公然擊殺主權國家領導人係違反國際法。聽落好大道理，但其實字裏行間都滲透出一種對現實嘅無力感。講真，做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呢一份工，而家最驚嘅唔係聯合國開唔成會，而係驚有日食下飯，個天突然跌粒精準導彈落嚟加餸啊！王毅提出個3點立場係停止軍事行動、重回對話、反對單邊行徑。喺戰火橫飛嘅波斯灣面前，真係顯得蒼白無力。至於拉夫羅夫仲喺度老調重彈，話要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發出信號。大佬啊，人哋美軍情報網已經將伊朗滲透到好似個篩咁，你仲喺度玩掩耳盜鈴？軍事專家宋忠平嘅分析就更加尖銳，直指伊朗根本係冇記性。佢話伊朗自從上次12日戰爭之後，完全冇吸取教訓，上次戰爭都未驚完，今次內部又被滲透到體無完膚。如果連最高領袖幾點鐘去廁所都俾人掌握到，俄羅斯或者其他致命強國嘅核心圈子，仲有乜嘢秘密守得住呢？宋忠平一句話點醒夢中人，靠人哋供武器係冇用嘅，冇自己體系就只能夠被動挨打。講到反應快，邊個夠我哋官方喉舌胡錫進快啊？喺2月28號深夜，哈梅內伊仲未完全變灰嗰陣，老胡就急急腳喺微博發文，話伊朗第一日反擊好勁，仲列晒5大重點，話伊朗炸毀咗美軍雷達、重創戰鬥支援艦。佢仲老定話美爾一舉壓住伊朗嘅目標未能實現，甚至話伊朗動用緊嘅只係陳舊庫存，仲有大把從未面世嘅神秘武器未攞出嚟啊！點知轉頭局勢大變，美爾聯手直接將哈梅內伊送走。老胡講嘅神秘武器可能係佢個 delete 掣啦。前一秒仲嘴炮話伊朗有幾勁，美軍有幾慘，下一秒嗰篇文章就直接蒸發咗啦。某國想做大佬嘅東方大國，平時吹到天花龍鳳嘅所謂最先進軍事科技同間諜情報網絡，去到真實嘅戰爭層面，完全不堪一擊。睇嚟連軍事學家都開始心寒，原來喺絕對嘅科技差距面前，所謂嘅戰略深度喺侵侵同內塔尼亞胡眼中，純粹係一個冷笑話。Believable operation, but that was a smaller operation. But it was so precise, so incredible. Nobody thought a 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They even talk about the discombobulator because they never got a shot off. The Russian equipment didn't work. The Chinese equipment didn't work. Everyone'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it didn't work. Someday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it didn't work. It's nice when you can fly in and not get shot at. 大家睇下侵侵串到，話俄羅斯同中國裝備都冇用，美國軍事科技實力可以如入無人之境，完全冇被偵測攔截，直接精準摧毀目標。最搞笑係中方平時暗中大力支援伊朗各種軍事資源同武器，都出咗事，伊朗周圍亂炸平民，中國外交部就即刻變臉扮和平使者，走出嚟呼籲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仲話要維護中東地區和平穩定，尊重伊朗國家主權喎。呢一種講一套做一套嘅雙面人性格，
真係睇見都覺得滑稽啊！精彩嘅陸續有嚟。呢個時候，中國駐外大使館就忙住開動嗰部大外宣傳器，網上瘋傳話大陸駐以色列使館開放登記撤離，仲好大方話持有台胞證嘅台灣人都可以幫手撤離避險。但現實比電影更諷刺，喺伊朗嘅中國公民攞住身份證拍片，喊晒口話喺當地餓咗37個鐘，好難先打得通大使館電話求救。結果換嚟嘅係唔理、冇權限、冇義務提供幫助，最後仲要俾大使館拉埋黑名單，連本國國民求救都見死不救。你話佢會真心幫台灣人撤離？呢一種口頭撤僑嘅宣傳手法，簡直係將戰狼拍成咗縮頭烏龜。轉向北韓，金仔依家嘅心情大概係坐立不安都唔足以形容。2月26號，美國仲放風話對對話持開放態度，點知2日之後就直接送哈梅內伊歸西。韓聯社話平壤官方到依家都保持沉默，連快訊都唔敢發，點解呢？咪就係驚咯。金仔喺黨大會啱啱先釋放完想同美國和睦相處嘅煙幕，轉個頭見到別國領袖被秒殺，對於視政權如命嘅獨裁者嚟講，呢一個衝擊係毀滅性。專家分析得好啱。金仔依家肯定覺得對話係一個坑，與其相信親把口，不如死命攬住嗰幾粒核彈仲實際啦。由委內瑞拉嘅馬杜羅被捕，再到伊朗呢一場灰飛煙滅，金仔見到嘅唔係外交契機，而係一份赴死名單。唔怪之得佢咁急，推個13歲女出嚟接管飛彈局，似乎真係要做最壞打算。正當外面打到天翻地覆，我哋偉大嘅習大大有乜神回覆呢？佢竟然喺《求是》雜誌發表文章，大談擔當同實幹，篇名叫做《讓願擔當、敢擔當、善擔當蔚然成風》。呢篇文喺呢個時間點出現，真係充滿住平行時空嘅美感。文章話領導幹部要面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但問題係面對美國嗰種不按章法出牌、暴力破局嘅精準打擊，中南海內部嗰種政治品格到底有乜用？當世界變返做森林法則，你仲喺度講從政本分，係咪太過奢侈啊？呢一種內部教條同外部硬實力嘅碰撞，形成極大嘅諷刺。西方媒體好似凱恩斯就講得仲白，佢話呢次行動令普京同習近平等領袖瞓得更加唔安穩。先有馬杜羅瞓瞓下被架返美國受審，後有哈梅內伊直接消失。呢一種斬首式嘅打擊，示範效果仲恐怖過死亡筆記。凱恩斯仲預警，如果西方唔譴責，以後講人權主權就係雙標。但最令人擔心嘅係，大大可能會解讀出另一套邏輯。既然美國可以用武力直接解決問題，點解我唔得？當二戰後嘅國際規則完全瓦解，武力奪取台灣嘅誘惑係咪會隨之擴大？喺呢個時間點出呢篇咁嘅文，分開睇係教條，合埋睇可能係動員令都唔定。目前國際形勢呈現出3個極端：第一，威權國家會瘋狂依賴軍力，因為佢哋發現唯有核武先係生存嘅唯一保障；第二，中小型國家會被逼圍爐取暖，投靠強權多過靠聯合國；第三，聯合國已經名存實亡，侵成立嘅和平理事會直接同聯合國分庭抗禮，標誌住舊時代正式收皮。甚至有人預測，既然侵發現武力干預又快又準，下一個目標可能就係古巴或者其他地方。依家真係冇人敢寫包單㗎。3月1號呢個日子注定會載入史冊，唔係因為王毅講咗幾多漂亮嘅說話，又或者老胡生得幾多篇文章，更加唔係大使館嗰場自欺欺人嘅撤僑騷，而係因為世界領袖們終於醒覺，以前嗰套講數唔講命嘅遊戲已經完咗啦。新局係講求精準斬首同情報滲透，大家唔想玩都要繼續玩落去。中俄招雖然口硬，但內心嗰種對被消失嘅恐懼將會主導未來幾年嘅外交走向。當和平變成一場隨時可以被終結嘅幻覺，到底邊個可以笑到最後？
好啦，呢條片就差唔多時間噶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同埋收睇。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地產嘅消息，而呢啲嘅消息就唔方便喺呢個公開嘅 YouTube 頻道講嘅話，就可以加入我哋呢個拉人哥嘅 Patreon 呢個會員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